主后2026年3月初2，每日圣眼光读经，面对生命的真相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约翰福音第4章第1到30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约翰福音第4章。法利赛派的人有听到耶稣比约翰招较侪门徒，搁甲较侪人洗礼。其实耶稣毋爱甲人洗礼，是伊的门徒甲人洗礼。耶稣听到即个代志，就离开犹太，转去加利利。伊着经过撒玛利亚。耶稣来到撒玛利亚的一个城，叫做叙加。这城瓦近雅各互伊的囝约瑟迄块地。雅各井伫遐，耶稣因为行路真善，就坐伫井边。迄时差不多是中昼。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人来抢水，耶稣对伊讲：“请一撮仔水互我啉。”迄时伊的门徒已经入去城内要食物。撒玛利亚的妇人人应耶稣讲：“你是犹太人，哪会对我这个撒玛利亚的查某人讨水啉？”原来犹太人甲撒玛利亚人无来往。耶稣应讲：“你若了解上帝予人的恩赐，搁有对你讲，请一撮仔水互我啉，迄个是甚物人？你早就会甲伊求。”伊早就会将活水互你。妇人人讲：“先生，你无抢水的器具，井搁深，你要安怎得到活水？阮的祖先雅各留即个井互阮，伊家己、伊的子孙甲伊的前生拢啉即个井水，你减会比伊较敖。”耶稣应讲：“啉这个井水的人，拢会过喙焦；不过啉我所要互伊的水的，袂过喙焦，因为我要互伊的水，伫伊的内面会成做水泉，一直沁出活水，互伊得到永远的活命。”妇人人讲：“先生，请互我即个水，我才袂过喙焦，嘛免过来遮抢水。”耶稣甲伊讲：“你去叫你的丈夫带伊来遮。”妇人人应讲：“我无丈夫。”耶稣甲伊讲：“你讲我无丈夫有影？你捌有5个丈夫，现在即个毋是你的丈夫，你讲的是事实。”妇人人讲：“先生，我看你是先知。阮撒玛利亚人的祖先伫即个山顶敬拜上帝，恁犹太人讲耶路撒冷才是敬拜上帝的所在。”耶稣对伊讲：“妇人人着信我，时得要到，迄时恁袂伫即个山顶，嘛袂伫耶路撒冷敬拜爸。恁撒玛利亚人敬拜恁所毋捌的。阮犹太人敬拜阮所捌的，因为拯救对犹太人出来。不过时得要到，现在就是，真正敬拜爸的人会用心灵甲真诚敬拜，因为爸爱即款的人敬拜伊。上帝是神，敬拜伊的人着用心灵甲真诚敬拜。妇人人对伊讲：“我知迄位称作基督的弥赛亚得要来，伊来的时会将一切的代志甲阮讲。”耶稣甲伊讲：“我即个得甲你讲话的，就是。”拄即个时，耶稣的门徒转来，因看到耶稣甲妇人人在讲话，感觉真奇怪。不过无人问妇人人：“你要创啥物？”也是问耶稣：“你哪得甲妇人人讲话？”妇人人就将水盘
放下地，转去城内，对人讲：来去看，这人将我过去所做一切，拢甲我讲出来。伊敢是基督吼？大家就出城去看耶稣面对生命的真相。今仔日这段经文记载，耶稣伫井边甲一位撒玛利亚妇人人相拄的故事。耶稣因为赶路夜深搁忝，就坐踮井边。迄时大约是中昼，一位撒玛利亚妇人人来抢水，耶稣就甲伊讨水啉。伫中东地区，一般人通常袂选点炎热的中昼出去，所以迄个时差不多是无人会伫井边出现。妇人人选点正中昼，无人会外出的时间来到井边抢水，检采是因为伊有一段无想要互人知影的生命经历，对于避开人群的举动，通揣测伊检采惊互人看见，或者是惊伊所做的代志互人公开议论。妇人人拄着耶稣以前，内心有真侪担忧，无法度面对家己生命的真实境况。经文讲到，耶稣伊着经过撒玛利亚，显示耶稣是刻意到犹太人会细路经过的撒玛利亚。耶稣伫井边向妇人人讨水，其实是要帮助伊重新面对家己生命中的软弱，互伊经历上帝拯救的恩典。耶稣用特别的方法帮助妇人人面对伊的生命真相。伫对话中有智慧对日常生活所需要的水，因带妇人人思想生命真正需要的活水。对话的时，无论妇人人讲甚物，耶稣拢耐心听伊讲完，搁接纳伊所讲的话。耶稣知影妇人人真正的需要，伊互妇人人感受到被理解、被肯定了后，才慢慢引导伊进入问题的核心。对经文通看到，妇人人过去有5段婚姻，现在的感情关系也无正常。伊一生拢咧心找疼来满足心灵的空缺，但是找到的却拢毋是真爱，反倒带来搁较侪伤害甲痛苦。妇人人几段感情的经历，实际上反映伊内心的空虚。耶稣主动接触这位撒玛利亚妇人人，带予伊真实的疼。耶稣出伫疼，无用道德规范纠正伊，无用言语羞辱伊，无严厉责备伊，因为耶稣知影妇人人目前上需要的是疼甲接纳。耶稣透过对话，帮助妇人人面对家己生命的难处、见笑甲软弱。耶稣向妇人人启示真理了后，妇人人的心开始转变，伊坦然面对家己生命的状况，佮承认家己的不足甲软弱。伊明白，只有耶稣会当满足伊空虚的心灵，因为安尼，伊恳求耶稣，互伊活水，互伊永袂搁再喙焦。妇人人原本毋敢面对家己不堪的过去，接受耶稣的救恩了后，伊主动行入人群，大声分享伊的经历。咱看到妇人人生命的转变，对见笑
毋敢见人，到主动甲人分享，对稳重生命的软弱，到勇敢承认。安尼的生命转变，是咱每一个基督徒拢需要的经历。咱也通恳求主耶稣帮助咱，互咱会当日日经历伊的恩典。日想，每一个人拢是罪人，生命中拢有软弱，也是不堪的过去，内心也有黑暗的一面。有做我安怎经历亲像富人人共款的生命转变？每一个人拢是罪人，生命中拢有软弱，也是不堪的过去，内心也有黑暗的一面。有做我安怎经历亲像富人人共款的生命转变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主耶稣，我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，承认家己有真侪软弱，可我家己并无法度赢过。求主帮助我勇敢面对，搁克服这个软弱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